哇！二龍山推出咗一間獨立嘅大別墅，而且呢間別墅嘅佔地面積咧係非常之闊嘅。咁依家咧，我哋喺佢嘅一個花園呢度，佔地高達460個方哦。佢個花園咧加埋我哋一個側花園咧，都差唔多有成200個平方啦，非常之闊啊！咁日後咧呢個花園你可以種翻自己中意嘅一個花花草草啦，或者係整翻一個大泳池都係冇問題嘅。咁呢間別墅佢上下一共有4層嘅，有埋我哋嘅負一層。佢嘅建築面積咧係去到260方嘅。咁目前佢嘅房間咧有4個房間哦，不過後期嘅話你可以改造翻多房都冇問題嘅。呢邊咧就係我哋嘅一個餐客廳。咁餐廳位置係一個中空嘅位置嚟嘅。咁呢種獨立嘅別墅嘅話咧，佢係有前後花園，加埋咧佢都係比較稀撇嘅一個戶型哦。咁依家重點嚟啦，佢嘅價錢咧總價只需388萬哦。不過後期呢種別墅裝修嘅話，都係要使一大筆錢嘅。佔地460方，建築260方，就喺御龍山明泉谷1期呢邊嘅。如果你都對呢個獨立別墅感興趣，想了解更多信息咧，歡迎聯絡翻我，帶你過嚟實地睇下啦。